黐線㗎，終於入到去啦！唔講大家真係未必知啊，第一位係美國啊。不過如果你哋諗住去體藝館嗰邊呢，嗰日原本諗住嚟我嘅頻道，主要係介紹大家吃喝玩樂買女仔揸車嘅頻道嚟㗎。有興趣嘅話，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啦。啟德機場呢，由1925年1月25號啦，營運至到1998年7月6號嘅，歷時73年呢，就搬咗去赤鱲角嗰邊嘅。咁而家嘅啟德機場呢，就成為一個香港嘅體育項目嘅。咁想知變成點？我帶大家去睇下啦，Go Go Go！救命啊！嗰日等咗9個字先入到停車場啊，等到呆晒啊！黐線㗎，終於入到去啦！到達又係第一時間揾嘢食，驚阿媽餓親啊！唔講大家真係未必知啊！呢個啟德體育館係香港歷史上最大型嘅體育基建項目啊！仲有啊，佢係全球造價第2高嘅體育場館啊！第一位係美國啊！為咗令到你哋更加知道清楚呢，咁就略略講下啟德嘅分佈啦。咁佢主要有啟德嘅主場館啦、啟德體藝館、啟德青年運動場、運動健康中心同埋啟德零售館，分別係1座、2座同3座嘅。如果要泊車嘅話呢，我嗰日呢就泊咗喺體藝館停車場嘅。如果搭港鐵嘅話呢，各位可以搭呢個屯馬線呢，喺啟德站落車，或者宋皇台站落車嘅。不過如果你哋諗住去體藝館嗰邊呢，啟德站呢就會方便啲嘅。嗰日呢，一心係諗住帶我阿媽嚟呢間蒸爐度食點心嘅，咁聽聞都好出名，好好食嘅。套餐都 OK 抵食嘅，咁都係有啲點心咯，不過選擇唔多嘅，咁有燉湯啦、佛跳牆都有嘅，不過環境就細啲咯。嗰日原本諗住嚟呢度都朝聖下㗎，咁網上面幅相係咁嘅，點知嗰日嚟到天又暗喎，又落咗窗簾，嗌咗個2人套餐268，係冇加1嘅，唔錯。女人唔補真係好易老啊，咁所以我同我阿媽咧都叫咗個燉湯啊，補補佢啊。個燉湯好唔好飲啊？好飲啊！有咩啊裏邊？係啊，正啦，咁你飲得好熱啊，趁熱啊，眼肉係嘛？係啊，正啦，慢慢飲，小心熱啊。哇！呢個餐包埋㗎，蟲草雞粒陳村飯，有少少辣㗎，幾好味㗎。唔好睇呢兜咖喱土有豆卜，其貌不揚咁，超好味㗎！好大雨啊！咁唔好過去啦，我哋冇帶遮。係啊，咁喺度等下。都唔係好大。好大。大家見唔見到分別係啟德零售館1、2、3嘅有嘅餐廳都幾多㗎？之前聽啲報道講話呢個場主要買啲體育用品多，但唔係啊，賣精品都好多啊！購物袋嚟嘅喎，打開係個袋嚟嘅喎。好得意啊！好凍喎。係啊。手調香水，買衫又有啦，咁買啲特色嘅咁嘅精品都有嘅。不過我都略嫌覺得有少少倒模式嘅，冇乜特色咯。有少少嘅休息位置，你入去睇下，係喎，有 Jenny Cat 賣，好得意啊！有衝動想買佢，最終冇買到。呢隻嘢想點啊？原來都幾多呢啲咁嘅精品店㗎，所以真係未必好似報道講話主要賣體育用品多咯。好多鴨啊，幫阿媽影幅相先。袋嚟嘅喎，環保袋嚟嘅喎。係咪10蚊頂？你都想？應該唔係，係啊，細個。有間任天堂啊，有間超大嘅龍鳳啊，成個超級市場咁。呢度有一間可以試下走先買喎。哇！壽司郎又有啊，反而最有記憶點咧係呢一間保齡球中心啊，佢有超過4萬尺㗎，咁同埋有40條呢個保齡球道咯，又有桌球啦，有酒吧啦，可以唱 K 添啊！入到去真係好大啊！哇，好
專業啊！以前細個好中意去碌窿㗎，有時睇下呢啲咁嘅無聊得意嘢都幾好，心情都愉快啲。哇，勁啊！呢個講真，真係好佩服做呢啲模型嘅人㗎，做得好靚啊，象真度好高咯。啟德體育館其實仲有好多戶外嘅地方㗎，不過嗰日咧又黃雨又大雨喎，又同住我阿媽，就唔方便出去拍片俾大家睇啦，就交俾你哋自己去探索啦。如果覺得我拍得唔錯嘅話，麻煩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、撳埋個鐘仔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